嗱，有啲人咧明明唔肥嘅喎，但係你發現肚腩位啦、手臂啊、大髀睇落好似總係鬆鬆地咁樣樣，其實呢一種係皮唔貼肉啊。但係點樣樣先可以快速收緊呢？呢啲嘅問題咧，減肥係未必解決到嘅，因為唔一定係脂肪嘅問題，因為年紀大咗咧開始鬆嘅可能係皮膚本身啊。我哋研發光拉提咧係針對手臂嘅拜拜肉啦、大腿嘅鬆弛感啦、肚皮腰身嘅輪廓、下巴鬆鬆地，重新恢復緊實嘅感覺。因為人咧喺25歲之後咧，我哋膠原蛋白慢慢咁流失緊啦，我哋嘅皮膚咧開始變得好薄啊，底層嘅支撐力咧慢慢咁退化緊，身上嘅皮膚慢慢係有個下墜鬆嘅一個感覺啊。嗱，呢啲嘅問題咧，我哋需要拆開問題一層一層咁樣去解決。光拉提嘅紅光咧，主要係針對表面嘅，改善粗糙感啦、細膩度，淨係做表面係唔夠嘅。我哋喺光譜裏邊咧揾咗最深層滲透嘅牛奶光，去深入去真皮層嗰度增加膠原蛋白，改善彈性啦、鬆弛。嗱，配合埋 FIR， 佢提供溫和嘅熱能啦，增加 NAD 加，幫助成個環境去修復，同時提升細胞嘅活性。嗱，3種光同時作用啊，由底層去到表層，層層咁滲透，先至可以幫助到成個收緊嘅一個過程啊。我哋請咗第三方認證機構，發現1個小時就可以增加膠原蛋白62%，NAD 加係382%啊。如果你對光拉提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直接 message 我哋有專業嘅顧問咧可以解答你嘅問題嘅。